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先来看这高雄公山的空军官校基地，今仔日早起是传出一桩飞安事故，有一架 T-34的这个初级教练机，伫咧进行发动机失效的这个模拟训练的时，差不多是8:08分，这个摔落伫咧跑道的北边，有2个飞官拢已经殉职去啊。根据了解，这2个飞官呢，驶这 T-34的时速拢已经超过2000点钟。目前这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也那总统赖清德也已经请空军司令部来帮助家属处理后事甲慰问。高雄公山空军官校早起由4国甲4路2位中校驶 T-34初级教练机，要进行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昨伫咧8:08分传出失事的消息，2位中校不幸殉职。失事的地点都是伫咧公山空军基地跑道北边。事故发生了后，现场已经封起来，空军也遂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根据了解，4国中校46过4路的中校41过，2人伫咧 T-34训练机的飞行时速拢超过2000点钟。今仔日进行训练却不幸失事，因为 T-34教练机拢已经服务超过40档，到底是机械出问题，还是有其他原因？目前相关单位嘛正咧调查厘清当中。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事故造成2名资深的飞官殉职，总统赖清德特别册大文向飞官家属致哀，也要求国防部爱赶紧查明失事原因。目前公山的空军基地无看到有飞行机在飞，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嘛也未出面说明。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高雄场报道。另外来看，这台中雾峰一个警察昨下晡5点外咧巡逻时，看到一台车呢，安尼摇来海去，而且佫下过这双黄线。我过要甲查，结果这姓肖的驾驶呢，煞雄甲枪拔出来，加在这警察是有当场甲伊压制。毒品的快态是阳性的反应。也那另外，伫咧中华 KO 有一个73岁姓杨的阿公，是因为涉嫌食这安非他命佫骑车，互警方依法甲伊送办。下晡5点外，台中雾峰有员警发现一台自用车驶甲频频，佫驶超过双黄线，遂进行盘查，发现姓肖的驾驶直目去啊，双手佫咧拽。你莫吵，我看到啊！你提哪？不过姓肖的驾驶伫盘查过程中，向为落地啊，甲改造手枪จิ้出来，加在关键反应紧，当场压制甲逮捕。买手做毒品快态检测结果是阳性反应。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全案讯后依妨碍公务、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中华 KO 5月30日，一个女警巡逻时，发现73岁姓杨的乌子桑骑奥多摆无照规定装目库米拉，烂查后发现机车外是别人的车牌，当场查到4盒1包。毒驾嫌疑重大，现场实施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方呼吁毒驾行为常时犯着行政甲刑事责任，一概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减轻羁押，要展现毒驾零拥稳的执法决心，处理危险驾驶以捍卫民众的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在国内食毒洗车的问题已经愈来愈严重啊，所以交通部呢是按算要来修法。未来除了这驾驶是吊销驾照以外，只要是坐公车的，上当是会罚到15000块。也若坐公车而且佫有食毒的，安尼也着吊销驾照。而且这个人呢，拢佫爱送去解毒治疗，这是爱上课的。修法是按算6月底进前会送行政院转立法院来审议。查某人表情硬神，互证人查落来，再真侪摊家事煞家己去弄着，差一点仔介着过路人。2天前，这个事故伫中华湾林市区4天的驾驶涉嫌食毒洗车，虽然检方申请羁押，煞叫法院驳回，伊无报车回，将检已经提控告。同款的食毒洗车，今年4月，中华鹿港原有60岁姓陈的菜贩涉嫌食毒开车，面对警方临检拒绝加速逃走，高雄市一个骑机车的负责人专案找伊侦结，将检以食毒洗车、公共危险加杀人罪嫌起诉，并且法院分罪并罚。在撞倒机车骑士后，继续碾压被害人致死，有杀人之间接故意。
查获后测得尿液中安非他命浓度达每毫升500奈克以上，甲基安非他命浓度更高达5755奈克，高出11倍。为了阻挡食毒赛车，检方有真侪做法，用更加积极严厉手段，因为国内食毒赛车问题也未解决。即马交通部嘛推出修法，食毒赛车无造成重伤还是死亡，为吊扣驾照起止2年，加重变吊销驾照，3年内未使扣领。另外一个重点是，总共无赛车，若是互人发现有使用1、2级的毒品，直接吊销驾照3年，限制定性扣领；使用3、4级毒品是吊扣1至2年的驾照。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针对适用1、2级跟3级毒品有相关不同的一个管理机制啊，所以我们在针对他们的驾照管理的话，我们也有相同的一个不同的管理机制。只要经通报有使用毒品记录的话呢，那个通报使用1、2级毒品的话呢，会吊销驾驶执照；3、4级的毒品的话呢，就是会吊扣驾照。讨论真久的食毒赛车人造法，嘛伫即届的修法范围，共车的成人乘客相当罚15000块。另外，汽机车驾驶人食毒赛车的罚款，初犯为本来的3万加15000块，变做12万加9万起跳。交通部预定6月底前，就会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送入行政院核转立法院审议。记者采访报道。好，除了这医美诊所以外，即马就连成实中心送猪鸟的台北园区内，连卖传出这偷袭的风波。检方是甲负责人甲现场的经理，照这妨害性运输等罪嫌，互因20万来交保。因为卫福部也来公布即寡侵害着运输互人财发的医疗机构，全台湾拢总是有17间，除了是罚50万，也来停业6个月的时间。过去总是用感性的微电影讲起协助真侪夫妻圆梦求子的艰难，这间伫国内知名的送猪脚生殖中心台北园区，如今却也爆出疑似偷袭的风波。关你什么事？什么叫不关我们的事？要说清楚。偷拍照不关我们的事吗？检警搜查诊所了后，发现有可能是摄影设备拆除了留落来，和通知姓社的诊所负责人甲姓林的现场经理到案说明。北检审后以涉嫌妨害性运输、妨害秘密等罪嫌，2人各以20万交保。本案亦于2015年5月22日约询诊所的负责医师。该诊所的负责医师表示，为了保障医病关系，并且避免医疗暴力，故装设摄影机。台北市卫生局5月18日甲警方带动作前反监控稽查，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若有明确危机事情，依法从严办理。送猪脚官方回应一切会静待司法调查结果，客户权益未受影响。9月26日，最近侵害别人运输权财发医疗机构，双北市、台中到高雄，拢总有17间。这个是隐私问题。然后，而且应该还有肖像权的问题啊，对啊，而且大家去都是希望有被好好的服务，可是被偷拍，这个是大家不愿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要退费，然后申诉那些的都要拿到一定的价格。卫福部医事署副署长刘玉晶补充讲，全台各县市卫生局针对医美诊所当来进行为期1个月重点稽查。若针对医疗机构的部分，中央已经邀集医师工会等单位商讨运输规范，原则上3个月内会完成修正。其他嘛关系民众运输的场所，会由行政院指导各部会整理，卫福部会配合政院指示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发现，这新竹市内公共的乌托邦停车格，其实有真侪看起来拢是长期互人占条条的，这互人停车是介无方便。交通处是表示讲会加强来巡逻，这乌托邦若准停超过15天，安尼因就会通知车主，无就拖去到保管场，希望后者的停车格会当好好啊运用。民众平常时咧新竹骑乌托邦想要找所在停车，就已经足歹找啊！无想到停车格，各户看起来已经真久拢无人骑，乌托邦占满，造成民众的无方便。真无公德心啦！车要报废啊，伊都有人甲限哦，唔处理哦，对阮这要停车的人是造成足无方便的啦。本来就不多了，如果再有一些那种报废的车占用那些地方的话，那我们一般骑车的人这样子就很不方便了。有新竹的议员指出，新竹市最近公共乌托邦停车格，足侪拢互看起来已经报废的乌托邦占位，有的顶悬甚至搁互人打中国的5星旗，呼吁市府赶紧处理，避免公共资源互人恶意占用。霸占了这个机车停车格非常的久，有的甚至长达1年以上，而且在最近发现到上面都被贴上这个5星旗的这个贴纸标示哦，成了这个5星旗的宣传工具。
交通处表示，因为有个停车格内底奥多拜佮挂有车牌，依法管不局袂使当作废弃物处理，刷去无论有车牌也是无车牌。交通处表示，若停超过15天的奥多拜，因会通知车主刷车，若无就会拖去保管场。针对公有停车格车辆，若连续停放逾15日且无法联系车主，或车主未能及时处置完成者，市府将依新竹市公有收费停车场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办理移置作业。市府表示，未来加强巡逻管理，要这奥多拜袂当继续长期占用停车格，和公共停车格会当有效运用。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再来看这嘉义县的大埔乡呢，就伫咧詹文水库的边啊。其实在地发展拢是靠这座水库，也毋过因为今年到冬其实拢无啥落着雨，这詹文水库的水呢，即马已经存无一成，所以观光船是袂当驶入，也影响到大埔的观光产业。来到詹文水库，水库水位是直直落，有的所在甚至已经无水，河下底土地已经发草，成做规片的草埔。水库边啊，就是嘉义县大埔乡在地船长就讲。甲有水的状况比起来，今年水库无水的情形，确实是差真济。安尼差真济哦，嘿，上甜捌甲咱的230水位，甲咱的这六角亭的2楼，嘿，啊，通新桥迄边是要甲定甲个通新桥面顶。受到无落雨影响，詹文水库目前的水量存无一成，配合水库起的码头吊桥这个景点，看出去拢是水库下底的土瓦。除了影响在地民众的交通，嘛影响到观光产业。都是靠这个水库在吃饭的，所以都会影响。对，而且游客也少蛮多，因为其实游客来都是要看这个水库的风光啊，看到没水，然后都很失望，然后就会走了这样子。是拢会影响到，包括钓大一寡要去对岸的交通船，较无方便。是安尼，拢爱搁设一个。村民就表示，旧年6月的时阵，水库阁无像即马这种状况，暗暝刷落来的黄霜雨会当解决水库无水的问题，嘛互大埔乡在地观光产业会当继续来维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呢，是调查去年一件校园的枪击案，不过所发现这21岁凶手竟然是上网用这个 ChatGPT 去规划到底是要安怎犯案，而且学校当时人较侪，而且要用倒一种犯案工具，这全部拢是 AI 家己建议的。目前这检方已經正式對 OpenAI 的執行長阿特曼來提起民事訴訟。校園外口的空地，放的攏是學生挨到槍擊案罹難者的火甲字條。去年4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發生一宗槍擊案，造成2個人死亡，6個人受傷。檢警在調查的時陣發現，21歲兇手竟然事先透過 ChatGPT 問講校園當時人上濟，使用倒一種槍會當造成上大的傷亡，甚至閣得到若真有兒童傷亡，會有愈濟媒體關注等等的建議。非洲政府決定向 OpenAI 採取法律行動。We recently filed a monumental civil lawsuit against Sam Altman and ChatGPT for endangering our kids and deceiving parents into believing that this application is safe for use. It's clearly not. People are getting hurt, parents are getting deceived, and they need to pay for it. 这件訴訟案毋但要求數十億美金的賠償，更加要求法院下令 OpenAI 必須愛改變甲少年使用者的互動方式，而且建立安全防護機制，對着網絡安全意識提懸。毋但開始倡導對 AI 監管，各國政府也開始對離校使用社群媒體做出限制。馬來西亞政府對這個月開始禁止16歲以下兒童甲青少年註冊社群媒體帳號。Because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you cannot cut interne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media and everything away from them totally, because it's part and parcel of today's life. So they must be able to navigate it at least a little bit, but not full access. No, very limited and monitored. 馬來西亞這項新規定包括面冊、IG、TikTok 加 YouTube 等等平台，要求業者愛先年會驗證的系統，違規的人上濟會罰到250萬的美金。對美國非洲對 AI 企業的訴訟，到馬來西亞的社群禁令，安怎防止網絡科技危害離校心智甲安全，已經真做是全球政府無法度避免的大課題。公視新聞鄭偉林編譯。
即马这 AI 科技同时行，所以各国呢除了是比拼技术，也咧抢这 AI 发展上界需要的电力，也个运算能力。法国总统马克宏主持这投资峰会时，是宣布有成功城内930亿欧元的这个外资，差不多是台票3.4兆。这当中呢，日本的软银是会投入750亿，伫法国来起3座大型的 AI 资料中心。全国的企业领袖找伊做伙，伫咧法国的凡尔赛宫参加法国总统马克宏举办的选择法国年度招商大会。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人工智慧、能源转型，也有高科技产业的投资。Today, we announced 93 billion euro investments. 45 billion coming from SoftBank investment, and thank you for that. On data center, but as well as this partnership with. 马克宏表示，今年完成71项的投资计划，打破外国投资的新纪录，预计会使创造超过15600个工作机会。对着这几年失业率阁冲破8%的法国来讲，这是真有帮助。其中上届受到大家关心的，就是日本的科技大公司软银宣布75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头一阶段450亿欧元要起3座大型的资料中心。地点就伫咧法国的上法西兰大区，按算2031年进行完工，会成做欧洲重要的 AI 运算中心，嘛是软银甲单伫咧欧洲规模上界大的人工智慧投资案。There's no choice. U.S. is going fast. China is going fast. Europe, Japan, Asia have to also go fast, not to be left out. This is a national security. 软银愿意伫咧法国开档本聊落去，就是因为法国的电力足充足的。We can convert electricity as a raw material into more high-valued intelligence. So France can export intelligence. 法国目前有57座核能反应炉，是欧洲上界大电力的出口国。马克宏希望核能发电会当互电力济吸引全球 AI 产业来到这，甲法国打造做欧洲 AI 的运算中心。除了人工智慧，也有资料中心以外，今年公布的投资案嘛，半导体、土炭、农业、货运电动化、钢铁，也有医疗健康等等的产业，显示法国即马是摒说声外资入来，强化家己的产业竞争力。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经济消息来看，台股今仔日一个开盘呢是升起到45919点，了后又搁拔转来到45000点，这是伫个悬点咧震动。也来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日也来起股啊，市场对这 AI 供应链是真期待的。毋但是宽达股台积电升起到2400块，这华硕甲宏基也拢起到真棒。美有机会伫1礼拜内达成协议，重新开放核武珠海峡。股市拜一美股4大指数搁再收悬，不过日股甲韩股的走势算是软落来，早盘拢落超过1%。不过受到台北国际电脑展当场，市场对 AI 抱有高度期待，致使台股突破低气压，火力全开。早盘上悬捌到45915点，随望无偌久又搁落到上低45211点，尾仔搁再起，是真震动。外资的期货空单昨天已经来到了65000口，其实这也是历史新高所以在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容易有一个波动。但后续来讲的话，由于今天是 Computex 展第一天开展，宏基、华硕、光宝这些 AI PC 的也开始轮动了所以整个 AI 的族群还是非常的旺。AI 风气有偌旺，指数若冲破45000点，不论是老 AI 或者是新 AI， 股价拢要挑战天棚。宽达股台积电早盘上悬2400块，起45块。鸿海早盘要徛起到302块，另外伫 PC 族群更加是冲到看无车尾灯，华硕甲宏基拢是起真棒，因为市场资金专灌去 AI 相关概念股，致使部分个股底线起伏伤大。证交所甲柜买中心公告新增加力积电、丽晶共10档处置股，为初二实施到15。分析师认为，今年台股依然是 AI 相关概念股的天下，团产类股依然是弱势。专家提醒，台股呈现多头喷发，交易量大，指数冲关的速度紧，修正速度嘛真紧。这1.5兆里面大概接近40%是当冲，当冲它其实是会造成超涨、超跌。那在跌的时候呢，有更多的供给出来，就会把它压得更低。股市的风险其实是在扩大。
则提醒，照目前美国的情势来看，通膨有增加的趋势，真侪家庭支出嘛受影响。若准消费意愿降温，嘛冲击企业对 AI 产品采购的需求，进一步影响台湾 AI 相关产品的生产，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来颁发予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这个得奖大受兴奋的勋章，表扬这韦德奇呢长期以来支持台湾、深化这台湾甲捷克的关系，也佮有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贡献。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A naším úkolem je zvyšovat odolnost našich zemí proti těmto tendencím a bránit a chránit naši svobodu a demokracii. I proto potřebujeme spojence. I proto děkuji za možnost navštívit Tajvan. 这韦德奇是指出讲，看到咱赖总统来发表执政2周年的谈话呢，佮再一届，互伊感受到这台湾甲捷克之间的是有真侪共同的所在。无论是伫咧台湾，也是捷克这社会呢，拢定定咧关注现主时这国际上特殊的这个变化。民主国家更加需要互相支持、互相合作。2020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日起稿，今年这主题就是 AI， 有1500间企业超过6000大来参加。总统赖清德咧致辞的时阵是表示讲，欢迎这 AI 产业伫咧台湾定根，也若政府呢是确保这水电等等的供应是无问题的，伊也来挂保证，讲这台湾的电力到2032年拢是无记录的。今日去电脑展，总统赖清德特别到 IC 设计大厂宜良电子了解无人机 AI 的技术平台。今年电脑展的主题放伫 AI， 有1500间的企业，超过6000大来参加展览。赖总统表示，欢迎 AI 产业伫台湾定居，政府会确保水电等关键资源稳定供应。现在，台电的备转容量率是21%左右。未来1个礼拜，台电的电力供应备转容量率也都在20%以上，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保证电力到2030年无问题。赖总统也指出，将会继续推动第2届的能源转型，会重新强调会坚定以后台海和平稳定，以持即卖状况，互全球科技的供应链安心。我认为 AI 成长对外是台湾与全世界可信赖的伙伴，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繁荣的科技未来。台湾会持续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强化韧性。人工智慧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那整个产业的动能也越来越强，这也充分反映在我们这一次的参展上面。外贸协会表示，本届展览的3大核心主题，成做一个完整的 AI 生态系，希望在展期的期间，甲台北打造做全世界的 AI 核心。记者综合报道。辉达公司执行长黄玲芬是来小介甲联发科合作的全新的 AI PC 超级晶片 RTX Spark。面对着这媒体问讲，敢会因为看台湾未来发展好，安尼就来扩大投资咧？黄玲芬伊是表示讲，其实所有的企业呢，拢是希望这供应链会当多元化，也若亲近台湾，并无冲突。回答执行长林芬初二一早起开始全球媒体问答活动，开场先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登台，佮再介绍回答甲联发科联手研发的 AI PC 超级晶片 RTX Spark。外界也聚焦回答进军个人电脑的原因，林芬强调要为人类史上上核心重要的工具做出贡献。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after 40 years to go reinvent it for the age of AI. Wow.We're not going to sit around and not let it get done. Not one computer in the world exists that can do that today. 未来大理石 AI 会哪来哪行？林玲芬讲到，为着大理石 AI 设计新一代 Vera CPU， 不过过去台湾供应链拢对 X86 处理器结构建立，如今 Vera CPU 是用 ARM 结构，如何伫业界来徛起，甲传统的对手竞争，会是一个焦点。Computer is sitting in a data center that costs $50 billion. It cannot wait for half a second. It's too expensive.And so we created Vera for agents to use. That market is brand new. Now, number one. Number two, as you know, Vera is already in all of that. 台湾北方林芬形容徛伫 AI 革命的中心点，外界关注林芬对台湾的供应链安全，敢会当瓦靠，敢有信心搁扩大投资。
I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incredible at manufacturing, especially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This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ecosystem.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it. The companies here are incredibly good at it, and we should be happy for them. 黄英芬激励台积电又话讲，对美国的扩大投资，形容台美供应链之间是密切的战略盘，嘛强调商业决策就是保持供应链韧性，像是更加优秀的盘合作，回答搁开是台湾科技生态系当中上大的买主。接落来这几年会继续深化对台湾的投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有这陆军的现役的官兵是涉嫌来盗窃一寡军事机密，桃园地检署进前是照这国安法定的罪嫌加起诉，检方搁较批评这两个涉案的军人呢，做这国家的这个军人身躯有保家卫国的这个动作，毋过煞为着私利来犯案，所以建请甲判重刑。境外势力协力者利诱国军收集泄露军事秘密案，于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根据检方的调查，这专案是一个伫台湾互人通缉的姓黄的男性，伊走去到海外了后，受到这境外势力的指示，所以来发展组织，透过网络去熟悉这涉案的线索的中枢，也佫有一个线带的利兵，而且呢是以数千块到数万块来互因提供这个军事机密。涉案的军人今年3月时呢是用手机来翻翕这部队内底等等机密的资料，收2000块了后，就互人发现这异常，而且通报，即马已经互检方甲因起诉。再来看这新青安贷款，今年7月底就要到期啊。有民间团体是批评讲，这进前政策实在上过零，颠倒害这厝价塔悬。即马有风声讲，这新青安2.0的方向呢，有可能是会限制这申请的年费，也佫有收入。一档赚超过200万以上的，安尼就袂使申请啊。也毋过详细的内容，要是爱等待行政院来公布。为协助少年人买厝，政府推出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贷款经济方案，简单叫做新青安贷款，每户上悬贷款1000万，期限上长40年，有5年宽限期。我可能还是不会考虑，因为5年宽限期过了之后，可能还是可能会还不出来这个利息加本金，还款的压力可能也不会比较小吧，就是感觉一整个人生都要跟这个贷款挂钩在一起。少年人烦恼是无原因。根据公共银行统计，新青安房贷为2023年8月开始，到2025年7月底为止，总共携贷12.9万外户。南向年回来看，50岁以上占比差不多5%。南向年收集分析超过300万以上贷款户数，也差不多占5%。民间团体批评，新青安贷款无年会收集甲第一摆买出来限制，因果是变相做中厝价清悬。太穷的也不应该支持，为什么？因为你的收入买不起房子，我借钱给你是害你，对不对？然后你很有钱的话，我为什么政府还要补贴钱给你，借钱给你？又话5年宽限期，也互学者批评多户投资人交利息无交本钱，当5年，若拄着厝价落车，都要承受资产价值比贷款较低困境。现在房价是慢慢往下跌啊，结果搞了半天，5年之后，这就房价还没涨，那它变成买不起房，付不出房贷，那反而就更惨了。新青安贷款要在今年7月底到期，财经部会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初步方向，放下新青安2.0利息补贴会延期中年退场，为何政策资源更加精准，也推出3大申请限制，包含应收入、厝价总价甲新台年会等其中，锁定200万以上人免申请新青安2.0，不过还要等行政院最后定案。记者综合报道。赖清德总统是来推出18项育囝的政策，也毋过即马有学者是指出讲，其实全台湾的逐档这人工老体数量是约30万人，这数字是比其他的国家加真侪。专家建议讲，这政府应该要参考德国的做法，建议要有3天以上的思考期，伫这当中嘛要提供专业的咨询，来帮助一寡无有期要有心的人提悬因生囝的意愿，安尼才有机会来改善少囝化的问题。为着要解决少囝化问题，总统赖清德顶日推出18项育囝政策。不过，拜二有立委甲专家学者开公听会，指出台湾人工老体数量逐年约30万，比其他国家加足侪。若要解决少囝化问题，应该为零岁进前都要有支持的制度。30万的堕胎，这个数字
是日本的快3倍，日本的快3倍的人家的堕胎数。韩国是20万的堕胎，我们是1.5倍的韩国的堕胎数。在德国是大概10万，我们是德国的3倍，但是政府跟社会大众都不知道，政府也不会去公布。学者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德国的做法，提供3天以上的真空老体事故期。另外，这个期间嘛要有专业的咨询服务，用保护生命做前提，协助无依期有心的人提悬因生囝意愿。3天的思考期，对那个在德国的 Profemina 的机构，他们的个案当中，进入咨询服务的有65%都会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就检怀疑地已经列做个案典籍，学者认为政府若要提悬生育率，应该加强无依期有心人咨询甲支持机制，减少放弃生囝情，才通为源头改善就检怀问题。记者郭金勇提供台北报道。对今年7月开始，这合理门诊量新制就有通好实施啊。这基层的诊所是会当休这拜6礼拜。卫福部长赵忠良是指出讲，会看这新制伫实施了后社会需求，才来规划分配这的医疗压力。有第一线的医师是提示讲，这政府呢也要考虑到慢性病领药仔的需求。基层诊所合理的门诊量上紧为7月开始调整，逐个月合理的开诊日数为25天调价到22天，希望医疗诊所人员嘛有1礼拜休2天的保障。不过可能会影响民众就医，颠倒伫假日前去急诊。卫福部长赵忠良定调 UCC 会做闭环角色，未来唔但伫6都，佫会伫假日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来设。门诊量合理天数下降的时候、下调的时候，那么这个基层诊所在假日的开诊情形，那么再来滚动式的修正我们的 UCC 政策。目前 UCC 简单设伫6都，未来若扩大到其他县市，会转型做补助假日医疗服务欠扣的据点。不过，论伫 UCC 经验的医生坦白讲，安尼的话 ，UCC 本身的功能会起变化，因为门诊病人甲原本轻急症急诊病人是无同的，亲像门诊病人会有慢签，可能计有专科处方药较受限制 ，UCC 需要有更较侪的准备。属于说常态的看诊的这种是不是能够纳入说 UCC 这个假日急诊中心的看病范畴这个也是制度要考虑啊。如果你是 UCC 的一个扩充，那它的人力来源也是要从基层医师过去参加的话，那还是回到没办法达到所谓合理门诊量。这样子当时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初衷。医改会指出，台湾的 UCC 主要参考日本模式，是为着要补足假日的诊疗空棚。若准备扩大，应该先检讨成效不彰的问题，锁定有就医需求的区域，佮加强咨询团队来落实分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阵啊，使用这双生分段的案例呢，已经愈来愈多啊。法务部是表示讲，会开这审议委员会来讨论，敢要把这依托米脂对第2级升做是第1级的毒品管制。我们要召开毒审会，那有关于毒品的分级要在毒审会上讨论。那先前已经有单位建议把依托米脂，是不是要调整它的分级到第1级毒品？这个议题会在6月17号的时候再征询过相关的部会，还有学者的这个意见。除了检讨这毒品的分级，即马法务部也当咧建议修法，要甲这假毒赛车甲假酒赛车的这行为分开来甲规范。今年5月呢，短10多天的时间，这全台湾各地假毒赛车案件就坐甲抓袂赴啊。这检察官也已经审押30件，其中有20件已经核准。卫福部对2006年推动这下档自动贩卖机，也毋过伫咧台南的有民众是反映讲，定定有这验毒的人买来用，结果用了的这个下档全部拢乌白拼伫咧涂骹，尤其是附近有学校，所以有家长是建议讲，爱甲这台贩卖机甲刷护照。条仔顶悬明明都有下档的回收桶，不过也是有人甲用过下档凊彩等伫咧涂骹。民众赶紧甲捡去等回收桶，同时打问伫网络。民众认为下档的自动贩卖机设伫遮真无通，因为300公尺外都是学校，附近阁有转运站，人来来去去，说定都有验毒的人来遮买下档，做完乌白单。建议卫生单位爱刷走。学校听到这个消息，也感觉无介适合。多少有一点点疑虑，只是说，当然是站在一个学校保护学生的立场上面，我们是希望说，还是有一点
距离的部分是不是说会对学校来端也比较好一点？有附近居民投诉给卫生局，那卫生局就打给我们，因为他当初卫生局设点要经过我们同意嘛，我们不要，因为你们负责补货就对了。对。那也是有蛮多人来买的，大概1个月200盒，一两百盒差不多。 60块一支机器会买到这盒，内底有2支下档酒精片甲透泡用的药水。药局讲，这个物件成本早就超过10块钱。卫生局表示，因为验毒的人会公价用共一支下档，致使为着艾滋病也是关键。卫福部对2006年开始推出下档的自动贩卖机，其中高雄台南地区大部分拢是设伫的卫生所也是医疗院所，民间场所较少看。现在民众对设的地点无认同，因嘛先甲机器放起来重新评估。目前已经在现场。 张贴公告，告知民众该处自动贩卖机将进行拆除跟迁移，后续将尽速完成相关的程序。除了落钱甲机器买，民众嘛当摕用过下档去各地卫生所免费换新的。卫生局强调，安尼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传染风险。未来地点评估会甲社区的安全甲民众的感受拢考虑入去，唔忘伫咧维护公共卫生的同时，嘛当互民众安心。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朝阳综合报道。 台中火车头因为这家友是真侪，所以物件呢四价顿有这卫生的疑虑。市政府这个月开始是规划这行李囥的所在，宣导一个月了后，就会强制来执法。这消息一个出来，家友甲民众拢有无同款的看法，也考验着政策的执行能力。 有人无用款行李，有诶继续倒咧遐。台中火车头长期有家友组织，台中市府公告这个月开始，伫车头的1楼规划放行李的所在，逐工透早7点会当寄，暗时10点爱退转去。每一个人会当上济寄一卡地啊，希望家友组织的问题会使改善。当然放不够啊，对啊，棉被啊，就这些枕头啊，不是马上要领就可以领了。 啊，也不是说要放就可以放了，它都种种规定。因为我也不好说什么啦，就上面怎么说，我们能够配合的就配合啊。 家友组织伫台中火车头，致使行李乌白地、环境卫生等等的问题。2024年11月，阁发生4个人相拍事件，警方甲其中出手的3个人送办。新政策实施了后，1楼的公车转运中心，甲2楼车头大厅，家友的数量明显减少，部分旅客认同。不过也有人认为现场一直放送宣导，实在上啰嗦。这样也不会影响到群众的一个反感。 他们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对整个市容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它整个配套措施是应该要再更，就是要看怎么样子去做更完善一点。譬如说，像他这样一直广播，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新政策实施了后，初二实际观察现场，敢若一位家友寄行李。台中市交通局强调，放行李的所在有保全咧看顾，不过无负责保管责任。这个月是宣导期，7月会强制执法，就是不要让行李的过度的堆积，去影响到我们火车站的市容这样子。不依规范或不遵守场地规则的人，我们可能就会强制清除他所有的行李这样子。市府表示，未来若民众伫车头公共区域订私人的物件，就会按照废弃物清理法强制清掉，来维护车头的整齐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北区一大公园，这边仔有差不多4公尺长无画红线的区域，结果这厝边呢为着停车占位，2个人是冤家冤家互相检举。白线顶面停汽车看起来无问题，不过警察来直接开单。台南北区这搭公园边仔有一段长4公尺无画红线的路段，煞正做厝边小站。一般轿车长大约4.5公尺，停入去车头也是车尾，难免会缀着红线。经过了解，有车主定定甲车占地，甚至有人用机车来占位。本来发现车位互机海厝边停去，就敲电话检举有人缀着线，因为停车问题，互相并贴破面。在地居民无奈讲。标线安尼设计，会互人产生误会。你也无要用停你规样画红线啊，无你安尼一个大陷阱。应该会不舒服啦，因为他会觉得是白线，因为到一点红线可能，说这样会太严格，不然你就全部都画红线。
互人检举厝边嘛，甲警方指控对方停车的位离消防栓相近，照规定路口10公尺、消防栓5公尺内拢袂使停车。这搭空白地段强在有人咧停，即卖双方互相检举，警方认定拢有违规，开罚600至1000元的罚款。交通局回应，最近会安排会勘、甲地方讨论，看标线要安怎来调整。当下就是有依照转角10米的红线以及消防栓前后5米的红线画设。画设完以后，它还有剩余未画设的空间的话，未来我们会与会勘找当地的相关单位以及那个地方代表来共同研议。这件检举事件嘛显示出当地停车位严重无够的问题。边仔新大楼一栋一栋起，地区停车需求增加，想要伫公园边仔找到免费的车位有影困难。为了要彻底解决这场停车纠纷，警方嘛已经通报相关的主管机关，希望会当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邱大南采访报道。回答这篇中5零婚来到台湾食这鸡仔饼的时，拄着囡仔，建议对方就爱来学台语。有学者是表示讲，这台语的传承呢，就是爱对家庭来开始做，而且政府官员也应该伫公共场合加讲台语，才通甲台语救回回来。你袂晓讲台话哦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科技业的头人吴仁芬顶一日若食鸡仔饼，若甲囡仔开讲，吴仁芬一句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你爱学台语，这句话嘛引起各界对台语的关心。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社会普查，国内6岁到14岁的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敢若剩7.4%，显示台语传承出现危机。台语团体嘛刊公开批回应这件代志。大家过去无机会接受到正确的台语的教育。不管是对台语的了解，还是台语文的学习，拢叫是讲台语是较无水准的，对袂着时代的，是无路用的，嘿。但是为吴仁芬的这个展现，咱就看到讲绝对毋是安尼，一个科技头人，一个世界排名的好业人，伊嘛是讲台语，迄就是伊的母语。台语团体公开批指出，真侪家庭投入英语学习。生活当中无要义母语，造成真侪囡仔无机会自然讲台语。嘛感谢这件代志，互主侪人开始思考台语传承的问题。有学者是认为，语言传承的关键伫家庭，父母有伫生活当中自然使用，囡仔才会对来讲。台湾人无应该阁对台语这种感觉无水准的心态。做父母的应该伫咧厝里用台语甲囡仔做伙生活。无需要真正像吴仁芬讲，You have to learn Taiwanese。其实囡仔无需要去学语言，囡仔只要父母去用迄个语言，甲囡仔做伙生活，囡仔自然就会得到迄个语言。学者讲，台湾社会毋敢讲台语，其实是过去语言政策造成的心理创伤。呼吁政府就要替过去语言政策回实例，针对目前社会独尊华语的问题，学者要求政府的官员嘛要接伫公共场合讲台语。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这南投县府是来举办台语古诗的吟唱比赛，民间国小已经连续2档摕到冠军啊！老师讲希望讲，互这学生呢会当了解这文言音甲白话音的差别，要用台语去理解古诗的意境。空文音素为君开。台语课的时，学生开喙大声读汉诗，老师希望透过读汉诗，教囡仔来传承台语。提升文学修养，嘛希望会当推广吟唱艺术。色南色北皆春水，但见寻鸥日日来。夏南夏北皆春水，但见君鸥日日来。台语诗较好学，因为台语诗念起来较顺、较好听。平常时啊有咧背，所以就较有感觉。为着要鼓励学生讲台语，南投县5月中有针对国小学生举办用台语吟唱古典诗词的比赛，决赛拢总有22队参加。民间国小连续2档摕到冠军。校方表示，民间国小平常时就会要求学生背古典诗词，华语已经背啊真熟啊。老师嘛希望学生会当对台语去理解古诗的意境。文言音、白话音才较困难，因为因平常时拢讲白话音嘛。较无咧讲文言音。其实我嘛有甲因讲，你若较接看布袋戏，
有一寡文言音，迄讲了足水的。老师表示，台语特别的就是有文言音，搁白话音。学生一般拢会对文言音较无熟。除了汉诗，伊嘛鼓励学生看布袋戏、学台语的文言音，感受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互语言和文化会当产生连结。记者黄秀兰报道。香港这几冬来也开始咧流行这24点钟的夹红仔机店。这香港政府呢烦恼讲民众恐惊会耍甲条咧，所以宣布要来加强管理规范。闪闪烁烁的夜风灯，几排机台一路延伸香港街路，最近出现大量夹红仔机店，内底唔但是只满红仔，包括蒙卡牌也是真好的奖品。耍的人顶伫机械了，一直投钱操控机械，也毋过一摆搁一摆挑战夹红仔机，正做吞金的活动。即可能一隻70蚊嘅公仔啦，咁你可能會用700蚊，甚至乎1700蚊都夾唔到。這種一定愛夾到手嘅心理，讓真濟人開銷徹底失控。其實都冇㗎，好想放棄㗎，每日都好鬧自己，想放棄，唔好再玩，唔好再玩。看到夾紅仔機快速點點，未少也開入主題區、商場，規日24點鐘營業。港府決定出手工具，講要嚴格監管，對此愛耍嘅少年人無認同。我覺得咧就成癮就好睇個人嘅，但係如果我玩咧就可能就我覺得我唔算成癮嘅，就可能玩咧就即係我都會有個限額，即係可能玩幾多就唔玩咁樣。過去香港對夾紅仔機的定位是介伫遊樂場所甲公共娛樂設施的無清楚地帶。即馬港府當研究，敢是加強管理，包括營業規範、年紀限制等等，只是對未少愛耍的人來講，當機械了一擺一擺抓無到，煞總是像差一點點仔就成功，閣算一擺的心理，恐驚才是上歹戒掉的。公視新聞里醫助平日。今下晡寶的天氣，所以咱繼續甲時間交互糖啊。今仔日台灣各地還閣有平湖、金門、馬祖大部分攏是濟雲到好天，貴島山區會有局部地漸雷陣雨。若明仔載台灣各地甲平湖、金門、馬祖大部分也是濟雲到好天。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